这是农历的11月15哦。你看了，画红线了，画红线了就患了邪淫的话会，有的会没病，有的会生病，有的会断后带不育症了呢，有的会减少寿命，有的病啊死啊，减少寿命啊，都是要趋吉避凶啊，避凶避凶。这农历的11月，这是农历的哈，画红线了。你看23号换你结世，从22号晚上11点，晚上12点子时就开始算到23号晚上11点，戒淫了，戒淫了。那早上更不能行淫，大伤血脉啊，大伤血脉多严重啊，气血枯衰啊，容易感冒了，容易咳嗽了，容易会痨病了，还容易什么射护腺的问题呢？绝世了，大凶了，得病了，难的时候上半夜11月15哦，你看，如果前一天晚上11点开始是上半夜啊，换瘾的话难的是，下半夜醒过来产生淫欲哦，换了瘾哦，女人会死，你看害死女人呢。农历11月15，很冷的日子哎，冬天就是要固守精气神，精气神人参三宝。你的是精气神，跟那肾脏元气有关呢。男的有精液，女的有肾脏元气啊，这乃是精神。你由他日担当宇宙，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可以减少淫欲。